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就任强调讲美国优先。川普伫选前讲到，咱台湾应该爱立保护费予美国。咱国前驻美代表高锡泰就讲，咱家己应该爱安全大保护案，也毋过毋免伤过惊吓哦，严肃立独管来看待台美的发展。嘛建议讲，咱台湾就爱展现家己的价值，才有法度创造愈侪对话空间。美国总统川普上任，宣告川普2.0时代来临。伫就职演讲重点放伫咧美国优先，佮加上伊选前针对台湾讲爱交保护费，引起咱个人的关心。台美关系伫未来4年爱安怎行？前驻美国代表高锡泰立例讲，保护安全带，也毋过毋免惊。绑好安全带，但是 don't panic。台美关系呢，当然我们有很多价值的同盟，但是我们有更多的经贸安全的共同的利益。高锡泰对台美关系表达真心乐观，伊讲台美的利益相态情形真严重，也毋过台湾也爱展现家己的价值，才能创造更加侪空间。另外，川普拄则上任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甲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视讯对话。内面有讲到，川普、乌克兰加台湾的问题。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，最重要的就是解放军从俄乌战争里面学到了什么，这也是其实美国或其他国家现在最关心的一点。台美国会议员也深化交流，立法院长韩国瑜带跨党派立法委员庆贺团到美国，去国会山庄拜会纪律会当量级的联邦参众议员，台湾连线跨党派议员欢迎午餐会。联邦参众议员拢重申对台湾跨党派坚定的支持，也希望伊能赶紧推扫通过台美片面相重扣税法案。I stand ready to implement President Trump's mandate from the American people to deliver America first, peace through strength, national security leadership on the world stage. 因为美国准联合国大使史蒂芬尼克伫参加人事听证会时阵，表示讲应该确保台湾上大程度的参加国际组织，并且支持对台湾防卫性援助，强化协作的力量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